多谢宇秀，将为7日开工所发生这款不幸代志。早起7点5时，台北市宽和快速道路发生车祸，一台白色进口车往中兴桥路口伫驶时，向煞失控弄到分隔岛，一个32岁家属头壳受重伤，当场煞无命，送去病院抢救嘛救无完。因为警方调查发现，讲这个驾驶饮酒赛车前驱，伊的驾照嘛已经被吊销，等是无照驾驶。车祸毋但造成塞车，因为弄了真大声，住伫附近饭店的乡亲嘛拢惊到。一台白色的进口名车，车速正紧，看起来是要落交流道，不过佫切位内车道，结果后一秒去弄到护栏，互车规台赤乌烟，直到弄到中央的分隔岛才停落来，加在后壁无车驶过来，那无就造成追撞车祸。希望没事。对啊。住伫咧附近饭店的民众看到车祸，含听到弄到声音，惊甲赶紧落险，车体零件散散落落，落伫咧涂骹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赶紧破坏车体，马紧甲车内驾驶救出来，改做 CPR。白色的车头严重变形，这场死亡车祸就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7点多，驶白色进口轿车的小战士伫咧艋舺宽和快速道路，要驶往华中和平公园，就伫咧双车路路南接中兴桥的所在，毋知什么原因去弄到护栏，驾驶掉伫咧车内底，当场爆开，送去病院后嘛无妨救回来。因不明原因偏离车道自撞水泥护栏，导致驾驶人因伤势严重被送往台大医院急救。后于8时32分宣告死亡。严重的车祸，互后壁规个塞车。32岁细小的驾驶开工前发生车祸，伫咧车顶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详细原因，警察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